妇女救援基金会长期帮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，因发现一寡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囡仔，虽然因的身躯无伤，不过有超过3成会出现心理创伤，也是行为出问题。根据卫福部的资料，2023年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囡仔有超过35000人，不过得到社工帮助的算是无够5%。那个时候，有时候会在晚上，然后听到门外就是传来可能我妈的哭喊声或尖叫声，然后还有我爸的怒吼声。今年26岁的大夫，7岁时捌亲目睭看过真侪摆爸爸对妈妈家庭暴力。虽然国校2年就有社工介入，也是造成伊伫高中的时有自杀的想法、自伤的行为，部分不好的情绪甚至影响较大。妇女救援基金会讲，根据因服务的经验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儿少，3成左右会出现情绪的问题、行为问题。很常会感觉到会不会有一个人冲进来，然后把我杀掉？可能在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会一直有这些画面，之后我才觉得不对劲，才觉得这些影响到我的生活了，我才试着去求助。目睹家暴的儿少可能会产生焦虑、忧虑、退缩等情况，影响到未来的人际关系跟生活适应。妇女救援基金会引用卫福部的资料指出，为2019年到2023年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儿少，为26000多人增加到35000多人。但是实际有社工开案的人次，当年拢无到1700件，连5%拢无，显示政府投入的资源无够。为什么是实际服务的案件很少？因为台湾投入目睹儿少的服务的人的那个资源是少的，因为他们不像家暴小的孩子，他可以紧急就需要比较大量的人力去服务来介入哈。那很多时候，所以导致这样的那个服务次数是比较少的。妇女救援基金会建议政府要增加社工的人数，针对捌看过家庭暴力事件的儿少投入资源，才有法度帮助这个囡仔提供关怀和支持，甚至转去做心理咨商，避免细汉时看到家庭暴力的阴影，一直影响因规世人的人生。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。